谢主，我们要分享神的话语前，我们先来做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是我们感恩节的主日，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同心聚集，用感恩、用诗歌、用赞美、用祷告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感谢不只是口头上的，而是从我们的内心发自内心一种完全的献上对你的感谢，因为我们是从你那边得到的生命，我们身上所有一切也是从神而来。当我们用感恩跟主连结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所拥有的神就必预备。也求主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得到美好的学习，得到造就，得到恩典。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上帝悦纳的感恩祭。这个主题是从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来的哈。诗篇50篇第14节，他说：“你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换句话说，感谢不只是一个心意的表达，从神来看，他认为他看作是美好的，是一个祭祀。祭的意思，我们知道早期我们在旧约时代，献祭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胜任的，是要祭司，是要立位的家族，甚至在重大的节期祭典，要大祭司才可以。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就是成就了这一个羔羊的献祭，所以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对神献上我们的祭。那感恩的祭是神所悦纳的，因为23节说：“凡献感谢为祭的，就是遵从我，越顺从我命令的人，我一定拯救。”那从诗篇这个话语，我们就得到一个很好的学习。我们经文等下会再复习哈。那以感谢为祭，刚刚我们再复习一次诗篇50篇14节，他说：“这是上帝所悦纳的，感谢也是向至高者还愿。”我们所谓的还愿的意思是，你把你的心意从神得到多大的恩典，你向神表达谢意，这个叫还愿。那跟我们现在台湾的一些民间的习俗宗教，虽然我们也常听到还愿，但是它的差异层次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台湾很流行那种到庙宇里面向他们的神明求什么发财金呐，求什么样的宝贝啦，然后他们就说我得到了，我再还愿。那问题在于说，你是先有条件的嘛？你让我得到我才还愿的。但是我们从对神的含念不是这样子，因为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照你的心意哦。有时候神不允许哦，又不是每一天都顺利的才叫含念，而是因为你觉得你领受到神给你的生命的保障，给你的从天上来的恩典，带领你走过也许是崎岖坎坷的道路，或是甚至冒险的道路，但是你从心里面献上感恩，这个叫还愿。当然早期在古代他们就是献羔羊嘛，不然就献牛犊嘛，不然就是鸽子也可以那个就是表示一种生命的祭。那新约时代他说感恩祭，感恩祭就是从心里面献上满满的感恩。所以他50章23节说，还献感谢为祭的，就是遵从上主，是他所悦纳的，顺从主命令的人，他要赐下拯救。这个是神所界定的，也是我们今天感恩节为什么要感恩，并不是这一年来你我每一个人都是走在顺利的道路，每一项都是都加分的。也许我们有遇到困境，遇到挑战，甚至遇到一些挫折、困难，甚至家里面的一些没有办法照我们心意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要献感恩祭？是因为你把所有的一切重新回到神的创造，
跟设立当中，然后你会从它得到新的力量、新的拯救。哥林多前书1章4节到9节，这段经文是保罗的献祭。保罗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然后一开头就是在1章嘛，就前头的一个开场的时候，他把他说这个是他对神的感恩的祭。那有什么感恩祭呢？他说，因为上主借着耶稣基督赐下的恩典。1章4节说，我时常为着你们来感谢我的上帝，因为他借着基督赐下恩典给你们，为了你们献上感恩祭。有几样他感恩的内容。第一个，他说我们在基督里样样富足，具备充分的知识和口才。他为这群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们在基督里富足，样样，不是哪一方面，是样样，表示每一个角度、每一个层面都是富足的，而且是给你们充分的知识、智慧、口才。第二个，保罗看见哥林多教会他们的一切是看见了一个见证。他原始的经文是这样说：有关基督的见证已经建立在你们当中，以是你们在等着我们的主耶稣显现的时候，没有缺少一样恩赐。有关基督的见证已经建立在你们当中，表示福音已经坚固在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所以保罗把它看成是一个非常棒的见证，也是一个非常感恩的祭，要献在神面前。所以在等候基督显现的时候，没有缺少，样样富足又没有缺少，那等于是圆满了嘛。第三个，主必定始终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主基督降临的日子无可指责。换句话说，在耶稣降临前，这个整个日子，整个人这个旅程当中，主要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没有无可指责，就是说不会中途逃跑了，或是离开了，或是跌倒了，而是在神面前没有指责。他在上帝面前感恩祷告说，信实的上帝呼召我们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了团契。意思是我们的神呼召每一位哥林多的会友基督徒，跟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生命有一个连结。团契，我们现在用这个当名词，对不对？我们有松联团契，有社青团契，有服务团契。这个团契那是名称，表示一个团队。但是这边的团契是有一个很有机的、有生命的结合连结，是因为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个4个程序就是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说：“你们就是我感恩的祭。”那如果从牧师的角度，保罗说，有关基督的见证已经建立在你们当中，所以他献上感恩祭。那在年底的时候，今天是感恩节，我说：“如果是夏牧师，你的感恩祭是什么？”前几天我们的紫兰小组举办福音茶会。他们设计一个桥段，就是要所有参加的 Best 还有弟兄姐妹，一个人写3项感恩的事。1年来你有什么感恩的事？这样子。那我当时就写第1项，就是写这个。我说：“上帝啊，感谢你，让我们的富强教会有一群勇敢、有能力的勇士，他们投入传福音的工作，举办了幸福小组。这一群幸福小组接触了将近100个 Best 慕道友。我们要准备12月15号来收割了，来丰收了。我觉得这个像是牧师觉得像保罗一样献上感恩的祭，那就是牧师觉得是最棒的感恩祭在神面前。所以哥林多前书记载保罗的感恩祭，他说在基督的见证中已建立在你们当中。那我们
教会的祭就是刚刚完成的第7期幸福小组，就是一个最美好的回应跟见证。好，我们如果没有在第一线参与的人，你觉得说好像每个礼拜活动就这样进行也没感觉什么。但是你知道吗？最近这2个月当中，我们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看一下下面的资料，你就知道了。第一个，我们有8个幸福小组，我们在这8周当中，有的举行6周，有的4周，有的7周。整体的牧师是个概算要精细来，要请小组长来提供他们的 base 的名单才能精确。但是我大概估计大概有85个到90个，我们接触的慕道友，有的是可能只有来1次，有的是全程的，我们还发那个全勤奖我们至少有150名同工投入这个传福音幸福小组的工作。我们会觉得说，在那2个月的平常过程当中，我们举办了55场小型的布道会。你知道有的教会他们以前1年举办2次布道会那就不得了，我们是举行了55场。什么事呢？比如说这个小组举办了5周，就是5场嘛，那全部刮起来，因为还包括了很多的牧区，他们举办的是福音茶会。那福音茶会的意思就是一次幸福小组嘛。那不是说特别高举，而是因为我发现我们在这一个幸福小组当中，这一群弟兄姐妹、福长也好、同工也好，他们真的是见证了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他说，在做了最美好的见证。他说：“你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建立你们当中，以致你们在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没有缺少一样恩赐。你们在基督里样样富足，具备充分的知识和口才。”这个从这个流程当中，我觉得作为牧师最感到鼓励跟安慰的是，我们把它完成了这一个幸福小组。我们稍微浏览一下，有的弟兄姐妹没有参加过参与过，你可以稍微感受一下这样的热情了哈。我们第一个小组叫借力幸福小组，是我们的以赛亚牧区的，那叫做借力鼓励小组，2个小组和芥菜跟鼓励小组联合的哈。他们这一次应该有2、3位要受洗哈，真的感谢主。第2个组是我们的指南小组的只想幸福他们办了好多场，是在礼拜5晚上这是他们的幸福的餐会。第3组是乐活共学营，我们的密政小组所举办的。那位拍照的 base 的写1就是第1次，他们设计的很好的一个拍照的场面，知道这是第1次举办的，这是第3次举办的。然后他们今年特别有创意，什么创意呢？他们不是邀请旁边你认识的辈子的，他们直接上网我们的密政小组真的很有创意，他直接上网说有没有人要学那个手作，学那个做那个类似用布啦或是棉线所织的那一个用品，家庭用品。真的很多人喜欢手作，他们就报名过来了，而且他还先加一个条件。说你来参加这个手作营参加完还要听我们的布道，要听我们布道我们才接纳你真的有好多人来真的不简单，而且有的远从嘉义跑过来，那这是神奇妙的带领跟恩典，而且他们越办越热闹好像我知道好像多加了2场，好，那这个是我们的5力幸福他们在3楼办的很大场面很像一个教会的活动办了很大的场面这个在5力幸福，而且都设计了很多这个牌子这是我们的刘院长他们所推动的启动幸福小组院长还有这一群基督徒同工，连续好几年都办了这个幸福小组，而且邀他们的一些领导同工还有他们的领袖一起来参加这个幸福小组
每一年都很用心的筹备我知道他们其中有这些弟兄姐妹要受洗，那好像有一个家庭，他们因为要全家来受洗，所以时间没有办法在这个12月15号，好像有在做一个不同的时间的安排了。感谢主那第6个小组叫做遇见真幸福，是我们的喜乐小组所办的他们是唯一一场在家里面办的在我们的宛如姐知识的家够大，所以可以容纳20-30个一起也来教会办餐会那第7个小组叫好家在这个好家在幸福是果子小，刚刚我们唱诗歌的这个小组，哇，他们不得了，就是大人很多，儿童也很多，所以他们是一个小组开2场，一个大人的幸福小组，一个小朋友的幸福小组。上个礼拜还跑到屏东去，你看一大票其实这些人有的教会就是全教会就是这样子，真的是神的恩典。一个小组可以等于一个教会，你知道吗？所以我说教会的整个能量，在这个活动当中就展现了出来。第8个小组是我们的西道小组办的遇到幸福他们也是在教会举办，而且有时候到借了一个很漂亮的餐厅来举办我们的遇到幸福。然后有的小组呢，他们没有办法足够的人员，所以他们就改用什么方式？要做福音茶会。我们的牧区有3个，约书亚牧区有3个小组，信会小组啦、泽龙小组啦、亚比斯小组，他们也举办联合的一个福音餐会也是同样的一个很热闹的计划。那让人感动的是，这个活动不是按那杂乱无章，有人来就好，他们甚至把整个那个 SOP 都排得满满，时间几点几分谁负责，一个表都非常的清楚。其实比一个教会办活动还认真。我说这个软实力在我们教会呈现，而且它的目的是为了传福音，那更让人家感动那还有我们的保罗牧区，他们直接办福音茶会，4个小组接续举办让这一些被子的同可以不同的小组都可以参加。有慧兰小组啦、志强小组、底波拉小组、鹰展小组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举办福音茶会，有4个小组都已经举办完了。那我们的这个后继Beyond Day 是谁呢？是我们的基甸牧区，他们现在还在办，因为下个礼拜还有1场。我们的基顺小组啦、基立小组还有基训小组，陆续也是这样子连锁或是接龙的举办。而且他们还举办儿童福音茶会，连小朋友跟刚刚的果子小组一样就有空觉团基立小组合办那昨天牧师有拍到他们这一场这在地下室所举办的，这个是大人的福音茶会，这是小朋友的哇，更热闹了一大票的小朋友都来了。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个外行人看热闹了，那内行人就看门道。因为牧师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最美好的感恩祭，献在神面前，是因为神给了我们口才、智慧，还有充分的知识，样样富足，是为了见证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爱，让我们在其中把神的爱、恩典见证出来，这是我们觉得最大感恩的地方。也是我们发现说，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已经内建了传福音的热忱，内建的传福音的 DNA， 内建的看到还没信主人就有一种感动，要用什么方法把福音传给他们。如果说我们教会还有再继续努力的空间，就是说我们已经把这个幸福小组团队福音的架构已经建立的蛮成熟了。那再来就是说，那弟兄姐妹，如果你单独一个人，你敢不敢传福音给你的朋友、你的邻居、你的家人？这是我们后续要努力的地方。团队也有能力，个人也有能力，因为福音讲述你练久了，你就发现你头头是道，你可以把福音讲得非常的完整。那期待我们后续有这样的课程或是这样的操练，让每一个基督徒
你即使不参加幸福小组，你同样能够传福音。那就是希望我们富强教会有这样的恩典跟祝福，就是富强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是愿引领人归主的教会，接纳新朋友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是感恩季，我们用这个福音的幸福小组来线上感恩，让我们个别的生命呢，我们要学习到感恩使生命更美好的这样的恩典哈。弟兄姐妹，我们从古到今呢，很多的国家他们的文化里面都用动物来报恩，来教导他们的孩子，教导他们的族群说感恩的重要。其中有2个小故事，我觉得蛮有趣的哈，而且都是很有名的书。第一个故事叫老鼠救象的故事，它是从印度的一个5卷书，印度有那个他们的传统的经典这个5卷书是非常出名的、通俗的有很多故事来教导他们的每一代的一些品格啦、各方面的教导。第二个是《伊索寓言》里面的一个蚂蚁报恩的故事。我们借由这个故事来了解说，这每一个民族他教导人要怎么感恩哈。头一个叫做老鼠救象的故事，他怎么说呢？我们知道印度是南亚嘛，有很多大象，他们就发展出这个故事说，在很早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就是很偏僻啦，没有居民也没有房子，在那里有一个由老鼠自己建立的一个王国，就是他们的地洞震了这个到处穿来过去很多都被打成地洞一群老鼠的族群住在那边这生活得很快乐，因为他们在那边传言后代传言后代。那快乐的日子，没想到遇到大的灾难了。有一只象王大象的王带着一群大象前呼后拥，他们领着这个羊群那个象群走过这一块老鼠住的那个小洞，然后踏过去要去溪边喝水。因为大象好几千斤重一踏下去，整个打洞的老鼠洞就被压扁了。有的老鼠就被压死了有的是肢体残缺了，哇，几乎损伤大半呢。这群老鼠的领袖就吓得不得了，说：“赶快我们来一起商量到怎么办。这个大象一走过来，我们的家都毁掉了。如果再来一次我们就真的要寸草不留了。那怎么办？赶快想办法。有什么办法？他们就派出勇敢的老鼠说：我们赶快去见这个象王，拜托他不要伤害我们。真的有勇敢的老鼠就跑到这个象王的在喝水的地方，给他磕头说：象王陛下，离开这里不远就是我们的住宅了。我们是好几辈子传下来的，我们的子子孙孙就在这边繁衍你们跑过去喝水的时候，我们成千的老鼠就被你踏死了。如果你再走几次，我们就剩不多了，传宗接代就没机会了。他恳求这只象王说：如果你们可怜我们的话，那就请你绕一条路啦，不要走过我们住的这个洞。因为像我们这样小东西虽然微不足道，不过也许有一天要需要我们帮助真的表情非常的诚恳，而且打动了这个大象象王。这个大象象王想一想说：哎呀，我们只是绕个路嘛也没有损伤什么，就答应了他们说：好这一块区块是你们的住家，我就绕路。没想到过了不久，城市的一个国王，他们需要象来工作。你也知道象拖重东西以前没有拖拉机没有那个堆高机，要大象他们就派了一群人去把山林里面的大象要抓起来。哇，真的一大队把这一群大象群呢，把他们抓住了，而且用很粗的绳子把他们绑在那个大树干上面这样子。所以
当捕捉大象的这群人离开了以后，这群大象就被捆绑住了，就没办法动了。哇，象王就非常的担心，也觉得怎么办？怎么脱困了？他再想，就找不到谁来帮忙他。突然间，他想到那一天，那个老鼠给他恳求说：“老鼠说，你有需要可以找我们帮忙。”他就赶快用他们的语言告诉有一只母象他没有被抓到的。母象来附近关心他们，在树里面偷偷看他们，就跟他讲说：“赶快去找。前几天不久老鼠能不能帮个忙这样子？”这只母象真的是跑去找那一群那个小洞里面去找那群老鼠，就告诉他们的象王遇到的困难。老鼠听了以后呢，哇，他们就从那个洞里面出了一大群的老鼠过来，说：“来，我们赶快来报恩吧，因为这一群大象遇到困难了。”那我们真的跑过去，看到象王跟他们的象群都被抓住，用绳索捆绑。大象力大无穷，但是在那个时候动弹不得。那小老鼠说：“这个时候是我们能发挥的机会，因为他们都跑到那个大树干。”用他们最尖锐的牙齿把那些大绳子一个一个咬，真的把它们咬断了。他们的尖利的牙齿能够咬断那么粗的大绳子。后来这一群大象因为绳子被咬断，就他们得了自由。那就是印度人在教导他们孩子怎么样报恩的故事。另外第二个故事是什么呢？叫蚂蚁报恩也在讲同样类似的故事，是从《伊索寓言》里面出来的。他说有一只蚂蚁，它在溪边的时候不小心跌到水里面了，它不会游泳所以一直挣扎，就要被溺水了。附近的一只鸽子呢，看到这一只可怜的蚂蚁，它用什么办法？它就到树上咬断一个叶子，然后丢到蚂蚁的水边，让蚂蚁爬到上面去，好像搭了一艘船，那个树叶就飘到岸边，那老鼠就蚂蚁就得救了。哇，真的蚂蚁很感谢向鸽子磕头谢谢它。过了几天，蚂蚁又经过这个小河，他突然间看到有一个猎人躲在暗处，拉了弓，准备射一只鸽子。他发现原来那只鸽子是当天救他的鸽子哇，那怎么办？也喊不出来突然间他急中生智，他就跑到那个猎人的脚，突然间大大的咬了一口把那个猎人咬得痛起来，他就动了一下那支箭就射歪了这支箭就射歪了那只鸽子受到惊吓就飞走了。小蚂蚁用自己的方式回报了鸽子的救恩。弟兄姐妹，这些我们知道是寓言故事，但是为什么人家会看重呢？是因为他在教导我们人，连动物都会报恩了，何况是人呢？感恩。所以在很多名人他会讲一些跟感恩有关的格言有一位就是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他说不会感恩等于是窃盗，等于是你没有感恩就等于你贪了那个恩典。第二个，诗人但丁他说，放在地狱中的不是肉体的罪，乃是那些愁眉苦脸不知感恩的人，就没有什么感恩的念头的人。第三个，民间的俗语说，人不能忘本，心不能忘恩。还有一句他说，树高万丈不忘根，人若辉煌不忘恩。弟兄姐妹，表示说感恩有时候不是我们习惯的，你要刻意去营造，需要特别表达，不然你会觉得一切能力都是我自己来的啦。早上我们的慈宝老师在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他一位朋友邀他来信耶稣，他就很不甩的说，这些成就都是我自己努力来的，信什么上帝我是靠我能力得到的。有时候人有这种想法，
但是当你谦卑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感恩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德性、个性啊，本性。有一个故事说，上帝派天使到世上，提了2个袋子，要收集什么东西呢？一个收集感恩，一个收集祈求。后来天使回到天上的时候，发现感恩那个袋子还是空空的，啊，瘦瘦的，但是祈求的袋子要什么要什么，哇，那个袋子装不完了，搬不动。那所以这个在显现是真的，我们人的性格上，因为觉得自己的才是重要，那感恩好像觉得可有可无哈。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从这个感恩节，从圣经的教导，上帝悦纳我们的感恩的时候，我们学会一种多元层次的感恩呐。多元层次，感恩有多元层次的。第一个，环境好坏都感恩。我们要信靠上帝，相信他参与我们每天的事物。你认为你的生命、你的人每一天的人生的作为都是神所参与的，你都会感恩。我们也从圣经帖撒罗尼迦得到一个学习哈，他说要常常喜乐，常常祷告，在任何环境中都要感谢，这是上帝为你们这些属于基督所定的旨意。是啊，那个帖撒罗尼迦哈，那个标题写错了。第二个，我们要向施恩者来谢恩呐。谢恩者不是将美好事物，觉得一切成功都归于自己的运气啦、命运或巧合，可能就是觉得很自我，觉得啊，这个能力是我得到的，我应得的。基督徒要学会向施恩者谢恩，因为觉得这一切是上帝圣善的力量。有些人可能在学问上有成就，有人在政治上有成就，有人是在社会有成就，被人家所尊崇，啊，用谦卑的心认为这一切是神给的，上帝圣善的恩典。但以理书这样描述说：“我祖先的上帝啊，我感谢你，赞美你，你赐给我智慧和力量，你垂听了我的祈求，指示我该怎样向王解梦。”换句话说，他觉得不是他有多大的能力可以为这个国王来解梦，因为我们知道，但以理在王宫当中，一方面他很聪明、很认真，但是一方面又遇到很多的风险，但是他向上帝感恩，感谢上帝给他智慧，他有能力能解这个王的梦，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不是因为拥有，乃是因为我们是蒙恩的人来谢恩。意思是说，信靠上帝的人，不是为了我完成什么事来谢恩呐，而是我这个人蒙恩来感恩。这意思是2个层次。比如说，我今天赚了一笔钱，今年我的业绩很好，这是你的成就，对不对？但是你不是为了你赚了多少钱，你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业绩而来感谢主，而是说，神啊，我这个人蒙你的恩典，让我能够成就这些事情，我为我这个人来感恩。因为他为我们成就的，而不是为了我拥有了才感恩。以弗所书5章20节，他说：“我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为各样的事感谢上帝。”换句话说，各样的事，有好的事，也有可能困难的事，有人遇到危险的事，但是因为我奉耶稣的名，我们觉得一切都有神美好的安排。第4个是感恩，是将功劳归给应得的人。感恩不是把那个得胜或是成功揽为自己的，而是把这些归功给施恩者。那我们基督徒是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所以感恩要蒙上帝喜悦，是把荣耀归给施恩典的主，要蒙上帝喜悦。换句话说，你本来可能已经很不错很好，但是你有感恩的行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只是拥有，而是得神一个美好的祝福持续在你身上继续展现。有一篇小文章，我现在读这段经文啊，诗篇69篇30节到30节说：“我要用诗歌颂赞上帝，我要以感谢宣扬他的伟大。这将使上主欢悦，胜过献上公牛，献上蹄脚俱全的小牛。”换句话说，献上一个公牛跟小牛是多么
慎重或是多么棒的礼物，但是他说，比不过我用诗歌颂词称赞上帝，要感谢信仰上帝的伟大。基督徒不只用实质的物质、金钱的奉献，是你的整个心境、你这个心态都献上感恩。有一段短文，他在勉励我们在各种环境都能够感恩真的很不简单，但是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学习啦。因为他把负面的变成正面的成长。这段短文他说，凡事要感恩的勉励啦第一个，要感恩伤害你的人，哇，那不得了，伤害你还感恩他说，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那个整个心态都不一样。第二个，要感恩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进了你的智慧。所以有时候被诈骗的感谢因为他给我智慧，让我不要损失更多。当然不要损的这个伤本了第三个，要感恩重伤你的人，因为他砥砺了你的人格再来，要感恩鞭打你的人，哇，不得了，欺负你的人，因为他要激励你的斗志。要感恩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导了你该独立。要感恩绊倒你的人，因为他强化你的双腿。要感恩斥责你的人，因为他提醒了你的缺点。最后他这样描述说，要感恩所有使你坚强有成就的人，因为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遇事不钻牛角尖，这样子一来，别人舒坦，自己也舒坦。这是一个短文在描述的。有时候我们会很感动的是说，有人出身很贫困或是很艰难，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但后来他有了很好的成长。当他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他常常就是像这段短文所说的，假苦动作假报。那谁喜欢吃苦呢？就你遇到了困境的时候，你用感恩的心去面对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它对你是极大的帮助。特别有神的恩典，我们用祷告的心来感恩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的挫折、我的失败，甚至我的失落、我的损失，就不算什么，因为我们一位全能的神、富足的神做你的依靠。要不然，有的人就是真的，一跌倒就走不出来了，就沉溺在那个自怨自艾、抱怨别人，觉得我为什么运气那么差，都没有人赏识我。那可能那个心境的伤害比你能力付出还更大，因为你能力可能做得不错，但是你的心境已经被打倒了。愿神透过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上帝悦纳的献祭，成为一个感恩祭。就像保罗为了他的哥林多教会献上感恩，牧师也为了我们这一个幸福小组所成就的事来献上感恩。你有没有你的感恩祭？在你这个感恩季节的时候，写下你对神的感恩。这个时候，我们预备要邀请弟兄姐妹来到神面前，要被祝福，要被服侍祷告。我们要邀请，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请敬拜团有同工能够拿麦克风带领我们唱这一首诗歌。在唱的时候，我们要被服侍的同工，有肉体病痛的，我们有心中有需要代祷的，甚至包括你为你的家人祷告的，你都可以勇敢的走出来。我们的代祷团，我们的小会员，我们的小组长有预备心来做。